各位爸爸媽媽，你哋好啊！我係 Miss Carol。其實學 phonics 好似學武功一樣，好似我之前已經做過呢個比喻噶啦。只要你掌握五大內功，你就已經成功咗一半噶啦。我哋細細個就學 ABC song，ABC 呢啲係字母嘅名嚟嘅，letter name，letter name 咧都有佢哋嘅發音噶喎，sounds。A 咧就係 A，B 就係 B，C 就係 K。喺26個字母裏面，有5個係發音字母嚟噶，好重要，好重要。呢5個發音字母就係五大內功，A E I O U 係佢哋嘅名，A E I O U 係佢哋嘅發音。就係因為大家可以直接咁樣用呢啲字母嚟發音，所以佢哋就叫做自然拼讀，亦都可以叫做直接發音。A，E，I，O，R，佢哋係短音嚟嘅 short vowels。如果將佢哋再組合，例如 A 配埋 I 就係變 A 音，E 同埋另外一個 A 配就係發 E 音，I 同埋 E 配就會發 I 音，O 同埋 A 配就發 O 音，U 同埋 E 配就會發 U 音。大家有冇發覺都係發呢一個字母嘅第一個，其實好容易記噶。呢啲就係幫你哋記嘅方法。我就係咁樣教小朋友記噶啦。K3 嘅小朋友好多都記得住噶。有啲組合就唔係發佢第一個，例如 OI 唔係發 O，OO 都唔係發 O。至於其他嘅21個字母咧，我哋叫佢做輔音 consonants。我哋通常咧會用一個 C 去代替頭先嘅 vowel，無論係 short vowel 或者 long vowels，我哋都用個 V 呢個字。pen 就係 CVC 結構啦。test 測驗就係 CVCC 結構。想知多啲，記得訂閱啦。我遲啲會再講多啲俾大家聽。今次咧就到呢度為止啦，拜拜。